最後的見證。此後，耶穌和門徒來到猶太地，同他們一起住在那裏施洗。那時，約翰也在臨近撒林的艾隆施洗，因為那裏水多，人們常來受洗。那時，約翰尚未被投在監獄裏。喺呢一度，同埋3章26節同埋4章1節都指出耶穌施洗，但係4章2節就澄清只係耶穌嘅門徒施洗，佢自己並冇咁樣做。耶穌嘅首批門徒原本係跟隨約翰洗者嘅，有學者認為呢啲門徒繼續施行約翰悔改嘅洗禮，目的係為耶穌召集門徒，所以耶穌並冇干預。約翰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關於取潔禮發生了爭辯，他們便來到約翰前，對他說：辣彼，曾同你一起在約旦河對岸，你給他作證的那位，看他也施洗，並且眾人都到他那裏去了。約翰回答說：人不能領受什麼，除非有天上的賞賜。耶穌嘅成功最終惹嚟猶太宗教領袖嘅猜忌同陷害，同樣係面對耶穌卓絕嘅成績，約翰處之泰然，佢嘅門徒就同猶太宗教領袖一樣，都怒火中燒，咁樣更加烘托出約翰高尚嘅情操。約翰突破咗狹隘嘅思維模式，因為佢明白人不能領受什麼，除非有天上的賞賜。呢一度籠統嘅人可以有唔同嘅理解。第一，指約翰自己，暗示作為前驅嘅佢成就唔能夠超越耶穌。第二，指耶穌，耶穌吸引咗所有人跟隨佢，呢一個係天主所意指嘅。信徒係天主嘅恩賜，而耶穌稍後將會清楚咁表明：凡父交給我的，必到我這裏來；而到我這裏來的，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。第三，指信徒，領受什麼，指嚟到耶穌跟前同埋順從佢嘅福分。換言之，除非得到天主指引，冇人能夠信仰耶穌。耶穌喺下文將會更清晰咁指出：除非蒙父恩賜的，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。翻嚟約翰嘅見證，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證，我曾說過，我不是默西亞，我只是被派遣作他前驅的。有新娘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侍立靜聽，一聽得新郎的聲音就非常喜樂。我的喜樂已滿足了，他應該興盛，我卻應該衰微。在此之前，約翰已經3次聲明耶穌比佢優越，而家佢更加明確咁指出自己嘅角色係做耶穌嘅前驅，並形容自己係新郎嘅朋友。舊約經常描寫上主係以色列嘅夫君，妒忌心極強，先知甚至直呼天主為以色列嘅丈夫。新約就描寫基督為教會嘅新郎。新郎嘅朋友其實係指伴郎。按猶太人習俗，新郎會請最要好嘅一位朋友作伴郎，打點婚禮嘅各項細節，其中最重要嘅係將新娘交俾新郎。由於呢一個特別嘅委託，伴郎如果同新娘有不軌行為，將會特別令人髮指。作為伴郎，約翰永遠唔可以娶新郎耶穌嘅新娘。佢嘅唯一任務就係做好一切安排，將新娘嫁俾耶穌。耶穌同約翰之間根本唔存在競爭。約翰嘅門徒以為耶穌嘅成功意味約翰嘅失勢，約翰卻斷然否定呢一點，並且指出我約翰嘅喜樂已滿足啦，因為佢嘅成功正係於耶穌嘅成功。約翰嘅一句他應該興盛，我卻應該衰微，正好表明佢作耶穌前驅嘅任務功德圓滿。約翰以呢一句話謝幕，從此功成身退，唔再喺福音嘅敘述裏邊出現。就係咁樣，約翰喺本段再一次為耶穌作證。呢一個係若望福音嘅敘述裏邊約翰唯一嘅任務。
與此同時，約翰再次肯定自己嘅身份同埋使命，佢係欣然接受嘅，而佢嘅喜樂亦都媲美末世時羔羊嘅婚宴帶嚟嘅喜樂。關於約翰洗者嘅角色，聖奧斯定有以下美妙嘅描繪：我侍立靜聽，他是發言的那位；我得蒙光照，他是那光；我是耳朵，他是聖言。